眨下眼又年尾啦，睇到好多未揾到工嘅朋友咧，覺得好絕望，覺得年尾冇新崗位啦，冇人會走啦，又 holiday mood 啦，要揾工咧隨時都要再等到下一年啊！揾工嘅彷徨咧，我都有經歷過啊。上年咧，其實我仲未係一個自由工作者嚟㗎，亦都冇打算要做一個自由工作者。咁喺年中嘅時候咧，就收到老闆通知啦，就話公司唔得啦，要裁走大部分員工啊咁。咁當時咧係我出發去長旅行之前嘅一日。咁嗰一刻咧，覺得都冇乜嘢嘅，咁啊諗住去埋個旅行翻嚟先算啦。點知一開始揾工咧，就發現同幾年前真係好大分別。我係 apply 咗十幾份工，冇一個 interview。如是者咧，過咗成兩個星期左右啦，我覺得哇咁落去真係唔得喎。於是咧，我當時咧就直接 send email 去我想入嘅公司，同對方講話，我想入嚟做啊咁樣，係講緊對方冇出 job ad 嘅情況之下，咁 send 咗俾兩間公司喎，兩間公司嘅老細咧都真係有 in 我，咁最後咧係兩個都出咗 offer 俾我㗎。不過係壓咗價嘅，咁再考慮過之後咧，因為真係好驚揾唔到工，咁所以就剔咗其中一個 offer。咁你哋咧唔好以為 happy ending 喎，最終咧我係做咗一個月就走咗啦，因為喺呢一個月裡面咧。大家嘅感覺係 mismatch 啊！我係揾唔到其他工，所以做呢份工啦。而當時嘅老細咧，都係因為請唔到啱嘅人，所以先請我。咁大家算係極速因了解而分開咁咯。之後去到上年嘅10月咧，就好好彩，好快有 offer。咁嗰一間公司咧，其實算係逆市嘅奇蹟嚟㗎。生意咧喺當時嚟講咧，幾年以嚟都係向上喎。咁個原因係因為咧係 IT 公司啦，當時咧係受惠於科技券。結果咧去到年尾12月嘅時候咧，政府係突然之間 cut 咗科技券，係睇住公司今年第一二季嘅生意係直插谷底啊，亦都開始有 cut 人嘅動作。咁我就開始諗，我應該點呢？咁後嚟嘅發展呢，其實就係我 Fresh 詳細講過嘅內容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可以睇翻我 Fresh 嗰邊嘅 post 嘅。咁我覺得全職嘅市場唔對路啊，所以咧我就開始部署做一個 slasher。咁好快喺一個月裡面咧，我就靠接 freelance job 咧接到我自己70%嘅全職收入翻嚟啊，咁就離職啦，跟住就再一個月咧就揾翻全職嘅收入啦。咁開始有經營 social media 啊，開課程啊，咁如是者咧到而家都有4、5個月啦。咁我係好慶幸當日真係大膽咁樣做咗呢個決定。如果唔係咧，可能今日我都一樣係做緊失業大軍啦，咁唔知點算。其實世界真係變得好快，我覺得人類最有價值嘅咧係適應力啊，因為世界嘅改變而作出適度嘅調整。我係將自己喺呢幾個月裡面揾 freelance job 揾翻自己收入嘅做法咧，係毫無保留咁樣做咗一個實用而且系統化嘅課程，一步步咁樣教大家係點樣做。我有個理念嘅，就係我希望多啲人都可以睇到有出路啊。其實呢一刻最低嘅成本嘅出路咧，係真係接住 freelance job 先，而啲 job 咧係冇大家想象咁難接㗎，亦都冇大家想象咁難做㗎。所有嘢咧，其實你只要有方法係唔難㗎。如果大家都想學有興趣嘅話咧，就可以去我 profile 嘅連結嗰度了解一下啦。最後咧，希望大家喺呢一種時勢咧都有動力繼續行落去。